有媒体伫网络票选要来了解台湾10大教育问题的调查，其中校园安全佮有霸凌的问题是各高中生上重视的议题哦。大家就较重视未来的出路，咱做伙来了解。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尤其这几年校园安全欠老师等等的议题真受关注。有网络媒体针对全台湾18岁以上的网络使用者做民意调查，9月30发表台湾10大教育问题报告，其中民众上要验证2项议题是品格教育、多元发展、甲毕业的未来出路。10大教育问题当中，上少人关心的是特殊教育，也拿这几年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推动的双语教育，也是民众较无关注的议题，排第9名。 多数的民众呢，的确，虽然他们觉得就是在本土语言之外呢，其实应该还是要可以让他们选修英语或者是其他的语言的部分，只要让他们可以在生活普通对话上面日常应用就好了，这个才是重点。那考试英文鉴定考试得高分反而是其次。 其中这份报告嘛指出，校园安全霸凌的议题是民众伫各高中阶段上要义的议题。尤其去年新北校园挂岸本案事件发生以后，辅导老师量练不足的问题嘛真受外界关注。新北市府市长是回应讲，未来同意增加学校辅导老师的能力。原额我们会逐年增加，这个一定没有问题，这本来就该做的哈。随着这个时空的变化，还有预算的投入，这个一定要。可是还有一个是，到底我们的培育机构够不够？ 在咧校园安全的部分，科技的进步嘛带来散播性影像的议论。台北市府市长表示，针对这个问题嘛，已经有开始在找专业厂商来协助，希望预防学生受害。学校因为也都有开放给民众去做运动，所以我们学校里面也现在列为随着提高怎么样做反针孔的侦测这件事情，我们也开始对于一些外部的专业厂商来协助学校。新北的市长拢伫现场说明社会关注的教育议题。新北市府市长是表示，像这款教育问题的大型调查，台湾已经足久捌做过啊。嘛，呼吁中央就要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各国县市民间团体拢会当做伙来讨论。记者卢尚如、柯炳哲台北报道。